各位觀眾朋友對韓國之後持續收聽持價國際。美國總統川普對每段時間拜年安保發表嘅上日之後，挑住拜嘅國情諮文講人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受到各方高度嘅關注。有連串嘅問題，今日嘅節目地都為大家繞長度係前駐美副代表兼任駐岸站，有美所王偉鳳王教授，王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剛才跟我們的觀眾稍微提到，川普上任之後第一次的國情諮文。那在切入這一份諮文他演說的內容之前，我想先請教授幫我們做一些簡單的背景介紹。究竟國情諮文一開始它的歷史，然後它所扮演的功能，它是不是像我們在台灣聽到總統在就職週年的時候會聽到的就職演說嗎？我們怎麼看待國情諮文？美國的國情諮文呢是這樣子，是美國憲法裡面第2條第3款裡面就有規定，那要求美國總統呢必須到國會呢經常的不定時的向國會進行報告，就國家目前的現狀，包括經濟狀況、軍事狀況、外交狀況、預算，向國會進行報告，並就他個人認為呢未來呢可能要執行的一些法案，要提推的一些政策呢希望能夠國會能夠協助來立法。所以這個是國情諮文，它是有憲法規定是必須要能夠總統必須要到國會去報告。那當然，美國的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呢，他在第1年的時候呢，他就已經向國會提出報告。那往後呢，就變成一個慣例。那實際上，我們講憲法上面所講的是不定時、經常的向國會報告，但後來演變成就是說，因為華盛頓他第1年就去報告，那以後的總統呢，他可能就是1年1次的這種報告，所以才變成說年度的這種國情諮文。那我們國家憲法是規定是這樣子，行政院是向立法院負責，所以總統是沒有辦法到行政院去做什麼國情諮文的這種報告。但是總統每年他有一個元旦的文告，那其實在某一個程度來講，也是向國人來報告說他過去這1年來施政的成就，以及未來他1年打算要做什麼樣的一樣政策。所以我想在某種程度上面來講，他們是有雷同的地方。那假設我們細看這一次川普提出這個美國新時刻的這一份國情諮文，裡面在內政上、在外交上有哪一些重點值得我們國人一起關注？我想在內政上面，因為美國優先嘛，川普一直在講就是美國優先，他要保護美國的國土的安全，這個是他上任以來呢，他競選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了。那既然是在講美國優先的話，其實他就從他的內政的一些1年來的這個成就呢開始講起。那包括他經濟上面呢，他的這個經濟的成長率呢已經到達2.2%，他上第3季呢到達3%。那麼他的這個失業率呢已經降到4.1%，這是戰後以來非常低的一個數字哦。那麼失業這個就業人口呢，去年就創造了他自稱創造220萬的人口，就業人口。那麼黑人的這個跟拉丁族裔的這個失業率呢，也降到最低，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所以他自己認為，就是在這整個經濟上的成就當然非常好。當然，我們更不用看在股市嘛，道瓊已經漲到25000點了，漲了1萬點，2萬6哈。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他在經濟上面呢，他是有他的這個成就。更重要，他講說他在1年當中呢，他就完成了這種降稅的措施，他把公司稅調降從30%降到這個17.5%。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講呢，他在經濟上面他是有一個成就。當然啦，有很多人覺得說他經濟上的成就可能是等於是搭順風車嘛，因為全球景氣的這個景氣復甦嘛，全球景氣復甦，那麼再加上奧巴馬前8年所奠定的這個經濟上的底子呢，其實奧巴馬那個時代經濟上已經在復甦，所以這一部分的話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這種講法。但他更重要的講到這個移民的問題，他認為這個移民的問題呢，實際上呢是必須要解決的。那其實在美國呢，現在2黨呢對移民的問題呢，他們是有共識，就是說過去的這些移民法可能必須要做一個大翻修。但是要怎麼翻修呢？我想川普他提出了一個比較激進的這個做法，他認為他說我們應該是一個 merit based 的，就是說你必須要有能力，然後你才能來移民，你必須要能有工作的能力，你有技能你再來移民，而不是就是說像過去一樣，美國他們還有開放一些，比如說 lottery， 我們說移民的這個樂透哈，就是說你抽中了你就可以移民，還有一種就是說你個人的家屬呢，你知道有一個人來的話呢，其實呢，你的親屬依親的方式你就可以過來。
他在演说当中呢是有点言过其实，他说只要有一个人过来，那所有的人通通可以过来。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美国的现在目前的移民法也不是这样子，也只有在直系的亲属还有3等亲的亲属你才能够移请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移民的政策是他最主要未来要推的政策。那另外 Obamacare 就是说那个欧记健保，那欧记健保在过去的话，当然这个已经使美国的这个在奥巴马时代使美国大概有3000万人受益，就是过去没有办法保险，现在变成纳入了健保，但他现在是要把它整个要撤销。是。那现在国会里面呢，大概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这共和党里面呢，他都有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就是说，如果把它撤销的话，其实会让他选区里面的一些没有受到这个健保保障的人呢受害，所以他们现在是打算国会里面是打算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这种调整啊，也不是把它撤销。这点的话，就可能国会跟总统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想法。那么在外交上面，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最主要是 IS 的问题，就是伊斯兰国的问题。他说他认为就是他过去1年来，他因为他的这个对叙利亚及伊拉克的这种用兵啊打击呢，伊斯兰国呢，使伊斯兰国这个整个它的那个领土呢减缩了98%，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他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他未来来讲的话，他认为就是说，其实所接受恐怖主义的这个挑战呢，跟移民也有一点关系。他认为就是说，移民有一些像这种 chain migration 啊，就是说你移亲进来的人，很多人就变成在纽约的爆炸案里面呢，就扮演一个恐怖分子的角色，这对他这当然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哈。但实际上他有这种考量。那再来就是说，地缘战略上来讲，他认为中国跟俄罗斯就是对他最大的一个威胁。那是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会进一步请教您哦。尤其您刚才提到，就是他在内政上的成就，川普一再强调，他让美国的经济有显明的这个复苏，包括从就业率的这个提升，然后从道琼从股市的表现。那我们来对照另外一样，是从数据来展现，就是它的支持度并没有因为经济数据的成长有等幅的上升，而且来到了几乎是上任以来的一直屡创新低，这一点怎么兜不起来？我想他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人物了哈，他常常在这个媒体上面的放话，甚至他自己有推文哈。那这些推文本身呢，有些言辞呢都是相当激进的。那么常常你也看到说白人至上主义的这种言论也出来了。那他个人本身也有所谓的这个通俄门的这种，他们这个竞选团队里面通俄门的这种疑云都还在受 FBI 的这种调查哦。所以他本身的这种施政的这个作为，跟他本身的他的言论呢，其实是有相当大的这种背离。他是一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人物，喜欢他的人就非常喜欢他，那讨厌他的人就非常讨厌他。大家如果有看他的这个美国的国情咨文的话，你看看整个这个国会现场里面呢，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基本上脸色铁青了，是那只有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就是非常激励的这种鼓掌，对他的这个演说表示赞赏。那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divisive、非常具有分歧性、争议性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这个经济成长虽然不错，那么整个失业率也一直降低。那美国呢，的确经济有好转，但是呢，问题就是说，他的一些言论其实跟美国的一些主流的一些价值呢，是有相当大的这种背离。那在这种程度情况之下呢，他的这种支持率要上来呢，就比较困难。那老师刚才后来提到，开始在外交上，他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我们知道，川普在上任之前，他就一直强调，就是说，国际上有很多贸易其实是对美国不公平的。那我们也看到，在2周前，我们几乎可以笃定的说，川普开了这个贸易战的第一枪。然后他也提出，包括说，有一些这个用301或超级301这样的手段，想要让其他让美国利益受损的国家开始要被制裁，或是开始要被受到惩罚。那我们看到一开始他可能针对对象比较明显的应该是中国，可是接着包括说欧盟、日本、韩国一样都会受害，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有点担心的说，台湾也难以幸免？我想这个是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了哈，就是说像川普呢，最近他对于这个等于是。他提起这个防御条款，对于这个洗衣机还有太阳能板呢，尤其太阳能板呢课征进口了30%的这个关税，洗衣机呢20%的这种关税啊，这个本身就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那川普在上任之前呢，也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美国人跟其他国家做贸易呢，都是被人家占尽了便宜。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市场是
关税非常的低，让其他国家的那个货物可以很自由的进出美国的市场。可是其他国家这个市场呢，有种种不同的，除了关税之外，还有不同的非关税的这种贸易障碍，使得美国的产品根本没办法打进到其他的国家。像他在竞选当中呢，特别提到中国呢，他有中国的这个不但在他有这个国营企业，对，透过国营企业的补贴呢，造成这个整个市场里面呢不公平的这种竞争。那另外呢，它的市场里面又限制说其他国外的市场进去，比如说你外资要进去投资的话，你必须要去把你原始的这个，比如说创新的这些技术条件呢，要交给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说美国有一些公司，它其实就是创新嘛，他们这种知识经济的产业呢，其实最重要讲创新的这些智慧财产权必须到中国市场去的话，必须要把那个原始的这种技术的这种条件交给中国，那 know how 都没了，know how 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好竞争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川普讲的是没有错，但川普也特别认为，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历任的美国政府呢，并没有真正严格去处理这个问题。可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就是说，其实川普的对经济学、贸易那种逆差的看法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因为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在等于是 manufacture， 就是说在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商品。可是，在美国服务业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企业在跨国公司的那种服务业呢，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所以它在服务业里面呢所造成的这种顺差，可以弥补它在制造业里面所造成的贸易上的逆差。是，实际上呢，经济学家来讲的话，其实你不能只看制造业，可是对川普来讲，他很简单，他的选民就是一些白人工人啊、中下阶级的人，这些人就是制造业的这种做本行。那如果说制造业都是外移，那甚至有外移的这些美国的这个公司呢，回过头来在其他各地生产产品，然后回销到美国之后呢，使得他们本身这个产品本身呢价格低廉，他们本身公司倒闭。工人没办法再雇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非常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改善这个措施。所以他现在第一枪开了，就是说我对于这种倾销的，比如说洗衣机啊、太阳能板这种倾销呢，其实呢他就开始科以这种关税。后续我们还可以看到，可能对钢还有这个铝呢这个部分呢，会造成也科以这种关税。现在呢，扬言要报复的包括欧盟。我们常讲说，可能贸易战中美可能会有贸易战。对，那这个当然是一定是可能会发生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欧盟啊、韩国都已经先到 WTO 已经是准备已经向美国提告了。所以这个贸易战在2018年来看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新闻上常常看到一个事件。包括我们可能也会在这一场贸易当中受到利益上的损失。那当然，因为我们台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然后回销到美国去，外销到美国去。那这一部分如果说美国来限制中国大陆的某些产品的这种进口的那个出口的话呢，那實際上會影響到整個台商的這種營運。那對我們台商的影響呢，當然是相當的大。OK， 謝謝老師在上半場的解說。你下半場就很多問題，包含建備水台插座方面，今日呢為大家報道嘅係咩？美國和全世國際信譽保衛係資產2點就引起大家嘅關注，係咪世界和平有許多挑戰？先了解下共識嘅兩次障礙。大家轉到討論的現場，兩禮拜主題係川普的國情咨文。老師，上半場我們提到貿易戰，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川普的這一場國情咨文裡面，另外一件事情也讓大家很擔心，包括說我們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我為觀眾介紹 Time 的這個封面，川普每次講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但這一期的 Time 寫的是 Make American Nuclear Again， 是不是川普一向信賴這種大拳頭主義？為什麼他要在國情咨文裡面提到說，讓核武兵器可以現代化，然後永遠不用沒關係，但是不可一日不備，一直強調北韓，然後俄羅斯在挑戰美國的利益？我們會以為他真正的對手是中國，他幹嘛把其他兩個人也拉進來？我想，最主要美國的這個整個現在在軍事上面的領先的程度，還是超過其他國家20-30年了哈。那其實如果說他的這個整個競選的主軸就是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讓美國再偉大，而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他要 lead from the strength， 就是他能夠從他的實力來領導。
那他什么实力？他什么实力最强？现在经济实力相对在下滑当中。虽然说美国还是世界上第1大经济体，但军事的实力还是远远上升。那他在这一方面的话，他认为就是说军事的实力，特别是核武这一部分呢，他必须要能够再更新、再强化。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俄罗斯也好像北韩最主要是他认为是一个流氓国家，那这样就会有进一步的这种嚇阻的作用。可是从某个程度来讲呢，其实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地缘战略的竞争对手呢是中国。那他在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里面，去年的12月18号所公布的里面，就讲明了中国在全世界各地挑战美国的这个利益。那除了在用商业上的手法呢，取得某一些港口啦、战略港口的这种运作啦、管理啦，甚至这个航站的这种管理啊，还有它其实在很多地方呢，其实都在挑战美国的这个盟友的这个他的这个决心哦，他防卫盟友这种决心。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中国是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战略的竞争对手。但是北韩跟俄罗斯来讲呢，的确是尤其是北韩，它有一个立即上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北韩不断的在做核武的这种核武还有飞弹这种试射哦，实际上对国情咨文里面很煽情的安排后面那2段，我觉得就非常刻意的在打脸北韩。没有错，那我想这特别就是美国认为就是说北韩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方面呢，它有长足的进展，已经超越了过去美国政府所预估的，它可能在未来6个月到8个月之内呢，它可能会有办法进行这种洲际弹道飞弹的这种试射。那里面如果装核子飞弹，那它当然就可以达到美国的这种西岸。现在最新的说法是2月8号，平昌冬奥开幕的前一天，北韩又要再次进行这个阅兵，而且要阅飞弹。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恐怕这个也是金正恩他非常细心的去安排哦。因为金正恩他在这一方面呢，他是希望透过这个平昌的这种冬季奥运呢，能够让北韩有多一点的时间来这个等于研发这个武器哦。我以为他是放软身段，伸出橄榄枝。哦，我想他的这个既定的政策应该不会改变，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要使北韩成为核武国家，然后用核武国家的地位来跟美国来做对等的这种谈判。这个前2天海利已经讲了，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承认北韩是核武国家。对，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美国其实也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来节制北韩的这个核子武器的发展。北韩最近呢，在这个整个军演方面呢，可能会它的这个军演方面呢，它的那个规模会比较缩小。缩小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中国的这种禁运啊，还有世界各国这种经济上还有能源上的禁运呢，其实对他来讲有造成一些伤害。他的这个现金方面呢，其实有点短处，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它其实是有制裁是有影响，只是说中国它绝对也不会让北韩就是说倒台，就是制裁到最后北韩整个金氏政权垮台哦。这对中国来讲，等于是在战略上呢少一个缓冲国，对，战略上少一个缓冲国。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呢，我觉得北韩现在就是在一个焦灼的状况，美国它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武力去干预。美国如果是想要做一个先发制人的这种攻击哦，那这个造成可能北韩可能用传统的武器呢，就可能报复到南韩或者日本，这当中会伤亡非常的大。所以美国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现在还是希望是中国能够努力的来节制北韩来发展这个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筹莫展。但其实某种程度上，美国也算释出善意，因为他也同意了在冬奥期间不进行原本既定要跟南韩进行的军事演习，没有错。但是之后他就会可能会演习了。那这当中就是说，因为冬季奥运本身呢是一个我们知道奥运的一个精神就是一个和平，大家和平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在这部分，这个是金正恩他玩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牌，他等于是说我们跟南韩一起来组一个奥运队来参加这个冬季奥运，实际上是争取了他2-3个月的时间。那这当中呢，当然对北韩来讲呢，其实他是有时间上的这种优势。那对美国来讲呢，他可能会延后他的这个军事的演习。那这当然看看金正恩他最后是不是会因为又试射飞弹，那导致这个美国跟南韩之间的这种军事演习呢，更扩大这种规模。这个我们后续还值得去观察。我们回到这场国情咨文后，以往我们知道，在这个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反对党通常都会推派代表来提出一份反对这一份国情咨文的一些这个评论。那很多对于政治前途有野心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政治家，他们都会跳出来。可是我们看到今年民主党内好像一开始没有人愿意担任这个角色，明明川普就是一个这么大的 target， 应该是很好攻击他，却变成是好像大家怎么都往后面站呢？
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1966年以来呢，就像这个 Dixon 跟那个福特呢，他就代表共和党呢来针对这个LB Johnson 哈，就是这个 Lyndon Johnson 的这个总统的民主党的总统呢，国情咨文呢做一个等于是反对意见来驳斥了哈。是。那这个通常这个媒体呢，这个电子媒体呢，他都给他相当多的时间呢，让他去。申诉他们为什么反对的这些理由。那今年呢，特别感觉起来就好像是美国的一些重量级的那种咖好像都没有出来哦。对。那实际上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个很年轻的 Joseph Kennedy 甘乃迪家族名门之后呢出来来做这个反驳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像你看看在2012年的时候，那个 Rubino Rubino 呢，好，他也是。那个时候是一个 rising star， 是一个闪亮的一个明星哦。他在2012年的时候，他也对这个奥巴马的这个演说呢，做了这个国情咨文的演说的做一个反驳哈。所以我想由一个就是说未来的这个政治明星，或是说由众议院的议长哦来做这个回应呢，其实是相当好。那今年是。感觉上面来讲，就是说，那就是由这个33岁的这个 Joseph Kennedy 来弄。那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回应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过去那个州长 Kentucky 的州长，他也出来做回应。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也出来做回应。那我们讲那个 Chuck Schumer 就是那个纽约州的这个参议员，他也出来做回应。其实有相当多的回应啊，只是说比较吸睛的哦，还是在这个33岁的这个甘乃迪的这个回应。那因为媒体总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的报道，或是在我们国内都一样，强调说川普的支持度很低。然后我们反面来看，既然他的支持度这么低，照理来说，民主党内接下来要挑战他的人，应该这个任务不是这么困难。可是却出现就是像Kennedy 这一类比较素人类的、比较政治新星类的，会不会某种程度上，老师虽然刚才提到 Bernie 哈这个老战将，可是。好像是不是民主党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推派人选，也是对川普没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意愿要挑战川普了哈，包括现在那个前一阵的这个 Virginia 州长哈 McAllister， 他也打算准备要出来选哈，只是说现在实际上距离他才就这1年而已嘛，还有3年要做，他3年要做的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当然还没有说很明显的说谁要出来跟这个挑战这个川普哦。那其实川普本身呢，他本身就争议性非常的大。那他这个通俄门本身呢，到底对他来讲到底影响多大？他到底是他自己本身的意愿呢？他到底就这1年当中呢，做了4年的先做了1年的总统，就觉得说他什么事情在做的时候，国会啦、其他的这个美国的社会都给他很多强烈的这种批判的这种意见。不像他以前在经营他的一个川普公司一样，他是一言九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搞政治呢，跟搞生意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这回事。他个人的意愿到底怎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民主党本身呢，他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说谁要出来挑战川普。但是因为时间还有3年，所以现在要过明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期中选举，才知道说未来的状况会怎么样。这正是我要接着请教这个黄教授的问题哦。11月期中改选，除了众院之外，参院有1/3，大概33席、34席。那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民主党这一次能够有某种程度的钟摆效应吗？他们是不是在这一场期中选举上可以有比较好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当初在初选的时候，共和党内其实也伤得很深哦。现在共和党内的伤痕，包括 Paul Ryan， 包括这些人，已经愈合了吗？我觉得恐怕就是说，共和党里面呢，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啦，因为共和党的主流派呢，还不见得都是挺川普的。那现在是不得已，因为川普当总统，掌握行政权，他必须要跟国会合作。那共和党里面主流的这些共和党的这些人物呢，其实他本身有他自己的这个立法的 agenda， 就是他立法的那个议程他必须要跟总统来合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现在是等于是说还在磨合当中，还没有说完全愈合。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看看从1946年开始呢，其实从1946年开始呢，每一次的期中选举呢，大概总统的这个执政党在国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大概平均损失25席了。OK， 对，所以期中选举的时候呢，总统的这个所属的政党呢，通常在众议院跟参议院都会失去席次哦。那除了当然在2002年的时候，小布希的时候，那一次当然他没有这个失去席次，反而席次还增加。但实际上呢，如果说你看看总统的这个支持度呢，如果低于50%以下呢，川普就是。如果
低于50%以下，它的损失呢，就是说它在众议院的这个席次的损失呢，过去来看大概都是在25席以上，所以绝对不会低于25席。那甚至呢，你比如说像有可能翻盘吗？现在参众都在共和党手里，所以有可能在年底之后，他可能会失去参议院或众院吗？我觉得参议院跟众议院本身呢是不一样的这个 game。你看看现在的参议院是52对48席，好，那但是你严格讲起来说，我只要再拿3席就好了，是，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参议院的改选当中呢，有33席，25席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他要出来选，他民主党在位者要出来选，对，只有7席是共和党在位，也就是说，民主党他必须要去能够 defend 他这个25席的，然后还要再赢2-3席之后，他才能够参议院变成多数。所以参议院其实对民主党来讲是相当多的，有相当大的困难。所以现在民主党整个操盘的选举操盘，它都是放在众议院的重心。那众议院呢，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平均损失25席。对。那过去呢有23席的这个，现在在23席，这个。